等咗咁耐嘅居屋卒之要收樓啦，揾到我哋就揾啱啦。睇睇我哋呢套最新方案，入門轉角組合櫃，掛衫、換鞋，一條龍串聯，就餐位夠晒大氣。梳化背景護牆板嵌入不鏽鋼，電視背景隱藏房門做造型背景，製作視覺亮點，輕奢高級。靠窗玻璃趟門間咗細佬房，唔擋光線又有隱私，裏邊休息、學習儲物、冚唪唥都有照顧到。入嚟大房做地台床，台階過渡又好執嘢，組合家私錯落有致，功能都係一應俱備。開放式 U 型櫥櫃，上下做滿櫃，方便好操作，煮餐飯都輕鬆搞掂。咁到時我哋仲會分享裝家私嘅全過程，好設計不單是追求視覺感，在預算範圍內追求性價比，可 PM 我獲取詳細報價哦。